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起厝动千工，拆厝一阵风。起一间厝爱请一阵工仔，安尼一砖一瓦，甲厝贴起来。所开的时间甲金钱是真济。若要拆厝，用一寡机械，免几工的时间，厝就拆好啊。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要讲，咱要完成一项代志是真学，毋过要甲伊毁掉就简单啊。台湾的民主路敢毋是安尼？咱是经过偌济抗争甲街头运动，才有今仔日的民主甲自由。若是有人存办要甲破坏，咱几十年的打拼都会乌有去啊。所以每一个台湾人，若是真心爱这个国家，就要好好守护咱的民主制度，守护咱的国家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